因為我會更加追求嗰種細膩且入口即化嘅感覺，亦都希望冰本身咧自帶風味，貫徹始終。呢餐3個人合共消費156。大家好，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江莊連 Theo。今晚咧要去番禺市橋食飯，乾脆咧就再安排多一個食冰之旅啊！講古甜湯呢間咧被群友wing wing稱為廣州冰類最強嘅鋪頭，就開喺番禺閩浙上城之內。佢嘅畫風咧同隔籬啲鋪頭咧好唔一樣嘅，有一種咧武俠故事入邊客棧嘅感覺。店內位置其實唔多，勝在軟裝硬裝所塑造出嚟嘅氛圍感唔錯啊！既然咧係為咗食冰而嚟嘅，咁3個人點3款冰係好合理噶。第一款上嚟嘅咧係潮汕芝麻綿綿冰。水泥配色嘅綿綿冰，影起身嘅感覺咧就好高級，好容易出片啦。表面嘅白色部分咧，其實對整體風味影響唔大嘅。綿綿冰自身風味咧就相當唔錯，話係喺度食緊一個冰形態嘅石磨芝麻糊都完全不為過。黑芝麻嘅香氣咧相當噴薄，整體嘅甜度適中，入邊咧仲藏有呢個芝麻碎、花生碎、紅豆泥同埋蕨粉，豐富嘅口感增加咗香氣。綿綿冰嘅質地咧非常輕盈，幾乎咧唔需要咀嚼嘅，放喺條脷上面啊就會溫柔咁化開。所謂綿綿冰，其實咧係將調味後嘅液體凍成大冰磚，然後咧用機器以接近垂直嘅角度去切割，先可以刮出啦呢一種咧由無數極細冰絲堆疊埋一齊嘅樣。亦都由於呢啲調味後嘅液體一般嚟講咧比熱溶會比正常嘅水要更加細噶，因此咧都溶得特別快。就好似呢個樣咁啊，呢個造型好睇係好睇啦，但其實咧好似冇點考慮顧客嘅食用噶，同綿綿冰幾乎等大嘅容器，真係咧相當浪費糧食噶，而且直接拎單個匙羹嚟食嘅話咧都唔太好發力，需要咧配合先可以固定到。講古柿子日式刨冰造型咧都係相當討喜嘅，亦都好好出片。區別於頭先嘅綿綿冰，呢個咧係用刨冰機製作成細沙狀嘅冰晶，而且由於係用純水凍成冰塊製作嘅，因此咧比熱溶咧相對大啲，食喺嘴入邊咧係可以清晰咁感受到冰喺口中融化嘅過程同埋唰唰聲嘅觸感嘅，需要靠糖漿或者配料嚟調味。除咗柿子醬，入邊咧仲藏有牛奶啊同埋柿子肉嘅，整體食起身咧唔單止食得出柿子嘅香甜，亦都食得出牛奶嘅香氣。同樣地，為咗營造呢個睇起身咧好豐盛嘅畫面，呢啲刨冰嘅圖泡咧係在所難免嘅。不過咧就係會令我睇落咧幾唔舒服嘅。最初嗰陣咧食起身味道都幾唔錯，如果可以再甜翻啲咧，估計啲柿嘅味道會更加突出噶。但到咗中後期，由於底部嘅刨冰其實咧已經冇幾多柿子醬同埋牛奶噶啦，味道咧就會變得寡淡。講古花生日式刨冰喺呢3個之中咧，我最期待嘅，因為咧我真係一個好中意食花生甜品嘅人啦。同上一個一樣，呢個咧都係刨冰嚟噶，需要靠表面嘅醬汁調味。花生醬嘅味道幾唔錯噶，香濃且香甜，有花生嘅油脂香，亦都有咧一定嘅奶香，食起身咧唔會過於飽膩噶。調味係生咗喺我嘅審美之上噶。估計以呢個味型嚟開發一款咧花生糊或者花生奶糊咧，我會更加中意，因為咧佢同上一款一樣啊，前期風味咧都仲 keep 到噶，後期咧就變得有啲寡淡啦。入邊咧仲藏咗一個類似薩琪瑪嘅嘢，但佢食起身咧有幾分香精味嘅，有啲廉價感。我仲試咗港式超濃香檸拉茶，用嘅咧係錫蘭紅茶粉同埋香水檸檬，感覺呢一個咧就係用奶茶嘅茶濃度嚟做嘅檸檬茶，有一定嘅澀感，整體咧都 OK 嘅。呢餐3個人合共消費156。而家佢講句，不論係裝修定係出品賣相，都係精心設計過嘅，相當好出片。調味上其實都 OK 嘅，大風味上嘅黑芝麻花生柿味道都幾自然嘅，唔係嗰種靠香精堆砌出嚟嘅類型。呢一點我就好中意啦。至於冰類嘅選擇，我個人會更加推薦綿綿冰，因為我會更加追求嗰種細膩且入口即化嘅感覺，亦都希望冰本身自帶風味，貫徹始終。真係到我哋臨走前嘅嗰一刻啊，呢款黑芝麻綿綿冰嘅風味依舊在線。綿綿冰同刨冰各有優勢啦，就睇你嘅側重點啦。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不定期盛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踴躍參與啊！
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人生積極，好嗎？